今次介紹係哪吒之魔童降世，評分為8分，由餃子導演改編自《封神演義》。呢套戲有搞笑，有熱血打鬥，仲有好多感人位，成功塑造咗一個全新版本嘅哪吒，成為當年中國動畫票房冠軍。故事一開始就講盤古開天闢地之後，天地間誕生咗一股強勁嘅混沌能量，派咗法力高強嘅太乙真人。冇錯啦，就係依個肥佬。混元珠用鄙視嘅眼光望住佢，太乙真人輕敵，以為係小朋友級數，點知一下變身嚇到傻咗，一拳打落去，嘴都腫埋，翻騰5周半飛咗出場外。公炮一劍斬落去，不但輕易擋住，而且仲彈開埋佢。再嚟招電擊，反而俾佢吸收埋力量，再嚟反擊，翻騰8周半飛咗出宇宙，用武器綁住佢對手，但伸多4隻出嚟，任人宰割。最後都係要勞煩到天尊出手，煉成2粒寶珠。靈珠係正能量，會助人成神；魔丸就吸收天地怨氣，注定要搞事毀滅世界。天尊為咗防止魔丸亂嚟，落咗個天劫咒，3年之後就會降雷劈死魔丸。而太乙真人就負責將靈珠送去陳塘關總兵李靖屋企，等佢個仔成為未來守護百姓嘅英雄。但係另一位神仙申公豹唔服氣，覺得妖族都應該可以成神。殷夫人作動果猛，全城嘅老百姓都嚟祝賀，計劃用符咒控制人偷靈珠。知道佢超級中意飲酒，準備左丞相等女兒紅孝敬佢。好彩天尊一早喺粒珠上施咗法，暫時保得住。正想打開嘅時候，竟然唔記得咗密碼。如果錯失咗今次機會，就要等200年。唔打唔撞之後，原來可以用指紋，總算執翻身彩。最後都俾傀儡老太婆偷咗粒靈珠，魔丸留咗俾哪吒。結果李靖個仔出世嗰陣，竟然帶有魔丸之力，而靈珠就去咗東海龍族，變成龍王之子敖丙。哪吒出世嘅時候異象頻生，全身紫黑色魔氣纏住，火球橫飛，嚇到成個陳塘關嘅老百姓傻咗。太乙真人用乾坤圈封住佢，暫時平息混亂。個個都話佢係妖怪，要鏟草除根。李靖同殷夫人愛子深切，承諾會好好睇住佢。為咗穩陣起見，封印咗佢體內嘅魔氣，想將來可以好好成長。李靖去揾師尊解天劫咒，最後無功而回。天上一日，凡間1年，只好翻去從長計議。因為怕佢出去搞事，所以喺屋企落咗個封印咒。哪吒用嚟間計，引開咗守護者注意，偷走出去。城中嘅人見到哪吒出現，嚇到3魂唔見7魄。其實佢都算好人啦，俾10秒鐘佢哋準備。有啲跳咗入井，有啲捐咗入酒埕，有啲匿咗入棺材，有啲扮死屍添。從大家熟練嘅躲貓貓技術睇得出，哪吒唔係第一次出嚟搗亂。因偷走問題，將屋企活動範圍收窄作為懲罰。太乙真人話要教佢修行，但其實自己成日都懶閒，中意飲酒，多數都係放羊式教導。哪吒天生聰明，法術高強，但因為魔丸嘅影響，性格衝動，脾氣暴躁，搞到成日闖禍，村民更加怕咗佢。試過想同細路仔玩，但係個個見到佢都怕，搞到心入面越嚟越唔忿氣。另一方面，敖丙出世之後就背負住龍族復興嘅重任。龍族犯過錯，俾天庭封印咗係海底，要靠自己嘅靈珠之力幫龍族翻身。申公豹收佢做徒弟，仲話如果你想幫龍族翻身，就要搶翻靈珠之力。有一條村莊受到水怪襲擊，點知俾哪吒見到，於是教訓佢。水怪唔夠打，唯有走佬，追到泥海邊，因爭風頭問題，變成咗同敖丙開戰。水怪唔講武德，玩偷襲，兩人合力收拾咗佢。敖丙好斯文，性格溫柔，完全唔似哪吒咁火爆，但係兩個人都係一樣孤獨，冇人真正接受佢哋。終於有人唔怕自己，而敖丙亦都覺得終於揾到一個可以理解自己嘅人。佢哋一齊玩，一齊鬥法，終於成為咗好朋友，甚至約定3年之約。但完全唔知命運早就決定咗佢哋要對立。哪吒係魔丸，敖丙係靈珠，最後注定要一戰。3年期限到咗，天劫就快嚟。宴會上每個人都係愁眉苦面，因為要俾面李靖，所以點都要出席。申公豹將魔丸轉世嘅真相講咗俾哪吒聽，佢一直想證明自己唔係妖怪，但原來自己一出世就注定係魔。呢一刻心入面完全崩潰，索性放棄算數，完全釋放魔丸之力，因為已經入魔，完全冇意識，大肆破壞。李靖再老點百姓一鑊，申公豹暗中拆咗乾坤圈，壓制哪吒魔性方面變得十分困難。
叫敖丙去搶靈珠之力救翻龍族。哪吒成魔嗰陣出手救百姓，再殺埋佢，可以一舉兩得。敖丙雖然唔想傷害哪吒，但為咗屋企人，最終決定出手，利用冰嘅力量限制哪吒嘅活動，再將乾坤圈帶上。大家正想答謝佢嘅時候，發現咗敖丙係龍族嘅人，知道靈珠原來係龍族偷，怕連累自己族，所以唯有殺人滅口一個不留，利用水覆蓋整個鎮，再結成冰，想直接毀滅成個陳塘關。李靖同殷夫人想阻止，但被冰封。遠處有一個火球飛過嚟，順便溶解埋身上面嘅冰。原來係哪吒折返，昔日嘅好朋友最終站喺對立面，展開終極一戰。哪吒用火焰長槍，敖丙用水係法術，太乙真人對付申公豹，四個人打到天崩地裂，成個陳塘關都震晒。敖丙用水龍捲攻擊，哪吒用火槍擋住，猛烈嘅火焰將水燒成水蒸氣，周圍都變成煙霧彌漫。敖丙再用水龍捲攻擊，點知打中咗自己師父，梗係當場道歉啦。忽然喺後面捅咗一下，原來係哪吒嘅變身術。食過番尋味，哪吒將申公豹把武器變咗做火槍，自己將火槍就變咗做劍。敖丙見到兩個申公豹，打揸住火槍嘅人一定唔會有錯啦。兩人合力做低咗佢之後，又俾人哋後面捅咗一嘢，先發現又係哪吒變嘅。上得山多終遇虎，今次哪吒俾太乙真人認錯咗，一下吸咗佢入去華中，順便吸埋敖丙入去。申公豹為咗救徒弟，連自己都吸埋入去，最後一下拉埋肥佬入去。毛筆就係鎖匙，變成奪筆之戰。最後大家變咗個波彈翻出嚟，敖丙唔想再浪費時間，直接用冰山毀滅城市。哪吒就用身體頂住，最終用火焰將冰融化晒，變為雨水。最後一擊打敗埋敖丙。但係天劫已經開始，雷霆就快劈落嚟，哪吒應該會俾天雷燒死。呢一刻，敖丙竟然選擇同佢一齊承受痛苦，最終兩個人一齊捱天雷，肉身被毀，但靈魂仲喺度。太乙真人用盡辦法，終於保住咗佢哋神識。雖然冇晒肉身，但並未真正消失。百姓見到呢一幕，終於明白，原來哪吒一直都係為咗保護大家，佢根本唔係妖怪，而係英雄。唔再排斥，開始慢慢接受佢。呢一刻，佢哋已經唔再係魔丸同靈珠，而係選擇做自己。電影強調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哪吒原本被視為魔丸轉世，但係佢選擇咗同命運對抗，證明咗命運係可以改變。鼓勵大家勇於突破命運嘅限制。哪吒父母雖然知道佢係魔嘅化身，但仍然盡全力保護同愛佢，提醒我哋無論外界點樣睇自己，屋企人往往都係最無條件支持我哋嘅人，我哋應該珍惜呢份愛。多謝大家支持，請大家訂閱，有多啲嘅關注度，先令我有更多動力做更多嘅解說。